亞基電視台記者阿基而家為大家做一出直擊報導啊！因為台長近排咧就牽涉咗呢個桃色新聞啊！亞基電視台重金禮聘狗仔隊阿基而家跟蹤台長太太因為咧台長近排牽涉桃色新聞啊，咁就喺城中鬧得沸沸揚揚。咁而家本台咧關注台長太太佢嘅一舉一動，因為早前咧新聞發佈會咧台長太太表示相信台長喺出邊冇越軌嘅行為，咁但係咧私底下咧就要睇下台長太太同埋台長嘅互動啦。而家我哋見到台長太太咧獨自一個人嘅，而台長咧就唔知去咗邊度。咁就我哋估計台長咧應該都係暫避風頭啊，因為桃色新聞發生咗咧一個禮拜咧，而家係喺城中不斷發酵啊，大家都係追問台長究竟係一個咩人啊。而據報道咧，之前受騷擾嘅一眾美女們咧，都開始紛紛喺網上邊咧講出同台長私底下嘅一啲互動啊。記者連日守候，終於發現到台長嘅蹤影啦！而家我哋去訪問一下台長本人先。一切無可奉告啊！就留意翻本台嘅新聞嗰個，我會晏少少發放台長新聞。我會澄清一切不實嘅報導，並且向你提告。現場嘅畫面可以見到咧，台長係非常之慌張㗎。咁擺明係作賊心虛啦。咁就台長已經跑到老遠啦。小記者阿基咧會繼續為大家跟進嘅。而家交翻俾本台。